各位朋友，大家好。大家是否希望將自己嘅產品廣告放喺全球最大嘅搜尋器 Google 首頁自然排位展示出嚟，亦讓你個產品喺國際舞台上一展光芒？我哋首先要了解一下互聯網每一分鐘嘅海量數據變化。所謂海量，YouTube 上傳72個小時視頻，我哋要3天不眠不休先可以將我睇晒。Google 搜尋有200幾萬，域名增加70個，網站增加570個，郵件服務器發出2億封郵件。我哋示範一個關鍵詞俾大家 ：iPhone 花禮品，佢裏邊嘅海量數據係4900萬，排第1名、第2名、第3名都係我哋為客戶做嘅資源排位。喺4900萬裏邊，我哋排1、2、3名，而大家可以睇到後呢3名個連接係嚟自視頻嘅。喺咁嘅情況之下，就正我哋今日講嘅 video marketing， 我哋再翻去 video 個頁面睇，大家喺呢個頁面睇到多咗好多競價廣告，但係首頁左邊嘅自然排位喺70萬個數據裏邊俾我哋霸佔晒。首頁我哋翻多2個頁面，情況一樣。翻到第3頁，情況一樣，多咗好多競價廣告，而呢啲競價廣告係需要付費點擊嘅。第4頁、第5頁都係一樣，就說明我哋今天所講嘅 video marketing 點樣可以用零成本嘅情況之下做到呢啲自然排位。如果大家對呢方面係產生興趣，大家不妨喺嚟緊嘅5月20號喺香港工業總會，我哋舉辦一場研討會。中小企如何面向全球市場，由零成本做全球視頻推廣重新出發。時間係下晝3點至5點。大家聽完呢個研討會就可以知道點樣開始達至呢個目標，零成本做到全球首名嘅排位。如果大家對呢方面有任何諮詢嘅，大家不妨點擊呢個鏈接下載報名表報名參加，亦可以向我哋諮詢一下。我哋係 Book Marketer。我哋喺呢度為大家推薦一個全球化嘅免費視頻平台。所謂全球化，呢個平台係唯一一個可以進入中國市場嘅視頻平台。我哋保證，我哋承諾喺大家個產品廣告播出之前，我哋絕不加插廣告去干擾，讓你哋個觀眾消費群可以直接觀賞你嘅視頻呢個廣告。同時，觀眾透過智能手機就可以直接觀賞你嘅視頻，無需要下載任何應用程式。呢個係我哋嘅優勢。多謝大家。